为着要防止传统市场正早已经摊过空芳，这一开始桃竹苗地区启动传统市场，用身份证号码买数，上个或者是起来做分流。起来是拜三、拜五礼拜，上个是拜二、拜四、拜六，会当去菜市啊买菜。3号星期3、5日，双号星期2、4、6。菜市门口大声宣导，提醒今日是拜二，着上好的民众来买菜。大家把主动配合，摕身份证互检查的人看。虽然讲有淡薄仔麻烦，不过民众感觉安尼买菜更较放心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觉得这样管制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很麻烦，但是为了安全没关系。身份证号码的是单数的话，我们就呼吁他在每个礼拜3、5日这3天出门来做采买。如果他的身份证字号的尾数是双数，那我们就会呼吁，希望在2、4、6这3天来出门采买。市场内底买菜人平过去减了真多，坦想讲受疫情冲击，原底生意就无好，即马搁分单双号，加减会受影响。不过为着安全，嘛无法度。那没办法，为了大家的安全啊。保证影响啊。这也没办法。没有办法，因为等疫情过后了，没有怎么办？来到另外一个市场，来买菜人也是无较早遐多，虽然分流的机制目前并无强制，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同款配合，而且大家拢尽量一届买较多，减少来市场的频率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